位伫关庙区的文和实验国小，校内人数只有80位学生。虽然人数无济，但是教育局悠然看到学校的需求，因为校舍老旧，加上是经过陆续增建的老八扫的建筑，以及地动甲风台等天灾的影响，有安全的疑虑。伫经过教育局向中央争取后，成功争取到6000多万的经费，将会重新建设有12间教室的新校舍。30号上午，由着市长王伟霆出席主持动土典礼，希望提供学生甲老师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关庙区文和市民适合不同校舍拼图中建工程动土开始，一切图，祝咱海地平安，迎亲地国一切平安。改变让我们同学有更好的受教育的环境啊，这个一方面求安全耐震系数要够，一方面也要求这个设备要新，因为现在我们都要做这个电力系统改善。为什么要做电力系统改善？因为要装冷气。好，你不是去大卖场买一台冷气装上去就有冷气，这个电力系统要改善，要不然也修理的掉。所以说，把校舍改建、电力系统改善以及整个冷气、空调都一次把它处理好，到明年校舍完成的时候就有冷气可以吹。更多的学习的场域可以在校舍里面进行。那校舍改建以后，我们也会结合太阳能光电绿能的系统，让我们整个学校都可以进行绿能的一个光电的部分。然后呢，也符合了我们大台南市是一个绿能城市的标准新校舍的外观将会参考关庙地区的特产旺来甲竹仔，搭配文和国小的实验教育理念、探索教育的开放建筑的空间设计，同时加入绿建筑甲永续经营的理念，打造一个融入大自然的校舍。整个工程预计伫111年的10月底来完工。但新闻国报以采访报道。